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进入路加福音第44天的共读。今天是复活节，祝福大家都有主耶稣基督所赏赐复活的生命。在复活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的28章1到10节，马可福音的16章1到11节，路加福音24章的1到12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讲到在天亮拂晓时候，妇女前往墓穴来探视，以及关于主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4卷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的复活，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微记载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要回到这个圣经的作者以及他所写下圣经的年代来做对照，但这些都提供给我们非常宝贵关于主耶稣复活的资讯还有资料。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4章，礼拜日透早，天要光的时，遐个妇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隔开，就入去，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为着这项代志，人去，毋知要安怎的时，忽然有2个人穿光影影的衫，徛伫因身边。这个妇人非常着惊，面趴落涂骹。因2个人就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找活人？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活。恁着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恁主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互因顶14日第3日过活。遐个妇人就想到耶稣的话。因离开墓转去，将这个代志拢对11个使徒甲其他拢总的人报告。对使徒报告这个代志的，就是马达列的玛利亚、约亚纳、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他甲因做阵的妇人。使徒想讲，这个妇人所讲的话无影无迹，所以无相信。毋过彼得起来，走去墓里。落去看，就看到有抹布纳定，伊就转去，对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这里讲到耶稣的复活是在7日的头一日，现在台语、现在中文都直接翻成星期天，而这些去的妇女，就是昨天23章最后路加有记载，那些妇女是从加利利北部加利利一路和耶稣南下，来到耶路撒冷的妇女，她们昨天在礼拜5的时候为耶稣举行了安葬，到了复活节不能外出，又到了不是复活节，安息日不能外出，所以安息日的晚上也不能外出，所以才到7日头一日礼拜天，再次的要来到耶稣的墓前。在马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就是有讲到2个玛利亚，路加也是提到这2个玛利亚，然后他们在这里遇到了天使。在路加福音说看到了2个人，马可福音看到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在马太福音这个天使呢，对这些妇女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他们什么时候见到耶稣呢？那就是16节，门徒到了加利利，到耶稣吩咐他去的那座山，一见到耶稣就向他下拜。还有人心里疑惑，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讲出了大使命了。那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也在28章就结束。马太福音独有的就是关于耶稣复活之后，有祭司长去用钱给士兵兵士叫他们说耶稣的身体是被偷走的，在犹太人当中成为一段的谣言。我们看马可福音也是讲到玛利亚，2个玛利亚，然后加上了撒罗米，他们要再去抹耶稣的身体。
那但是他们看到是谁呢？看到的马可福音是有一个青年啊，或是一个少年人。好，那马太说的是天使。好，那路加讲的是两个人。那这个青年呢，这个少年人呢，告诉这个妇女说：“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尤其是彼得。”好，那还点名彼得。好，说他就是复活的耶稣，要比你们门徒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可以见到他。所以这也是提供一个线索。但是呢，在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星期天的早晨，耶稣首先向谁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哦。可见他们还没有回到这个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已经先向玛利亚显现，接着又向谁呢？向两个门徒。好，这在路加福音我们明天会读到的以马五斯的两个门徒。好，但是只有短短2节的记载。好，但是这个事情呢，在呈现说这些门徒听见耶稣复活，还有玛利亚说的事情，不相信。以马五斯的门徒出现，还是不相信了。然后最后，耶稣是在向吃饭的11个使徒来显现，责备他们的信心。那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一段。马太的记载呢，是在耶稣在这个所指定的山上。那约翰福音的记载呢，我们等一下来看。好，那但是呢，这些话之后呢，就讲到耶稣怎样的升天。好，然后差遣门徒，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那么再看约翰福音，好，一样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这里只剩下他一个名字哦。好，所以4卷福音书里面，好，见到空坟墓的确定，好，就是抹大拉玛利亚。那后来他去找了彼得，然后呢，他们彼得跟约翰两个呢，跑到墓里面没有看到耶稣就回去。好，那但是呢，在回去的时候看见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哦。那接着又谁呢？接着又是耶稣直接向他显现了。好，就是耶稣就站在那里哦。好，那但是耶稣要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已经看见主耶稣的复活。好，所以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一个见证人是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接着约翰福音有讲到是当天的晚上，好，一起聚集好吃饭的时候，刚才马可福音有提到。好，那但是耶稣就出现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在约翰福音他们也没有去到加利利才见到耶稣，因为是当天晚上，而且是在他们还在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才刚刚发生的时候。那耶稣好就赐圣灵，要他们领受平安。而这个约翰福音还多提到了多马的事情。好，那约翰福音好在20章，好进入到21章，他们才去加利利的这个海遇见耶稣。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呢，那首先他看到的就是有2个衣服发光的人呢。那和本说2个人，好，那他们衣服放光。那这些妇女非常的惊骇。好，但是这个不管是天使还是少年人还是2个人，好，对这些妇女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好，他不在，他已经复活了。好，这个复活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他已经被活着了。所以这个复活不是耶稣主动，而是上帝让他被活，就是再活又复活。而且加利利的时候，那路加也提到耶稣在北方在的时候，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这是当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开始传讲这样的信息。那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真的复活。但是一样，好，这些回去向使徒报告的妇女呢，就抹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好，那这个约亚拿呢，就是这个在路加福音第8章，这个苦撒的妻子。好，路加福音的第8章的第3节呢，有讲到这些跟从耶稣的妇女们。好，那这个是希律的管家叫苦撒，他的妻子约亚拿，还有苏撒那。好，那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来供应耶稣，供应使徒。好，一路从加利利来这里。那这是在路加有记载。然后还有雅各的母亲，这些妇女。可是呢，一样的反应，使徒透过这些亲眼看见耶稣的妇女，还是不相信了。所以可见呢，这个妇女们反而
想到了，好，他们就能够相信。可是这些使徒们都有人来说，他们却不能相信，好，甚至连多马还是最后好说他要亲眼看见，还要手要伸进去，他才能够相信。但彼得是最早有反应的。路加好先跑到对不起，彼得先跑到坟地去，好，但是他没有看见，所以他回去对所看见的事情是非常的惊奇，好，心里惊讶。好，那真正相信呢，会在耶稣向他们来显现的时候。好，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透过复活节读的这段经文，好，同时我们对照4个版本的福音书，好，让人看见耶稣复活有非常确定的事情，就是那是一个空坟墓，而且看见耶稣在复活以前已经有使者、少年人，好，那来向这些妇女来显现，好，那真正对这些妇女对耶稣的服侍，更是胜于这些的门徒，好，甚至他们回来告诉耶稣。告诉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些门徒还非常慢，非常慢的才能够相信，好，直到他们亲眼见证。但不论如何，好，其实我们发现，在使徒行传后面，不是只有快慢的问题，而是当每一个人只要真的遇见复活的耶稣，那个相信是非常的大。而且那个信心是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之后，这些门徒们，他们所做的，以及他们所宣扬的，那他们的，特别是在五旬节圣灵的大能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没有人能够来抵挡的。好，盼望我们也能够在每年的复活节，以及在每一天的生活日子当中，借着圣灵的同在和帮助，让我们不断的来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来分享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巴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复活节的日子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胜过阴间黑暗的权势，他已经离开那空的坟墓，并且有使者、有妇女，还有使徒，还有圣灵，还有如今的教会，在为耶稣复活来做见证。虽然这事已经经历将近2000年，但是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依然活在每一个相信的人的身上，以及借着圣灵的能力和帮助，让我们能够为复活的主来做见证。求你也在我们今天当中，使用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来见证你，都能够来荣耀你，都能够来与主同享那复活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